馬可福音第3章。耶穌要入去會堂，在嗰位有一個人，佢嘅一隻手瘸脫，有啲人想愛請耶穌嘅把柄來告佢，就在船頭裝等，愛看佢在安息日為人醫病亡。耶穌留嘅手瘸脫嘅人講：看起來到頭前來。然後問大家講：凡係安息日，我哋嘅法律係樣般規定，愛做好事也係做壞事，愛救人也係刺人。大家點點唔出聲，耶穌就發拳，用木柱砍佢哋，同時心中為到了啲人悲傷，因為佢哋嘅心肝硬硬。佢老嘅人講：手伸出來。嘅人將手一伸出來，佢嘅手就好了。法利賽人出去，就老希律黨嘅人參詳，按樣般對付耶穌來殺害佢。耶穌老嘅學生離開嗰位到加利利湖嘅邊去，有一大群人聽等佢。呢啲人係對加利利、猶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買、約旦河東邊，並泰爾和西頓附近嘅城市來嘅。佢哋來尋耶穌，係因為聽到耶穌所做嘅一切事情。因為人親太權，耶穌就吩咐學生準備一隻船，免得大家監等佢。因為佢以後親到騙人，所有不騙嘅人，全部想愛佔到頭前來命佢。嗰啲本邪靈附身嘅人，一看到佢，就撲在佢嘅面前，喊講：你係上帝嘅嚟。耶穌嚴嚴命令邪靈，做唔得將佢嘅名傳出去。耶穌上一座山頂，召集佢所合意嘅人來聽佢。佢哋來到佢嘅面前，耶穌就選出12個人，喊佢哋做使徒，愛佢哋常常同佢共下，也愛派佢哋去傳道，要本佢哋腳跪嘅權柄。耶穌所揀選嘅12個人係西門，耶穌又同佢安名彼得，西庇太嘅拉爺雅各，老雅各嘅老太約翰。耶穌又同佢哋安名班尼奇，意思係性情暴烈、像雷公嘅人。又有安德烈、腓力、巴多羅買、馬太、多馬、阿勒腓嘅拉爺雅各、塔太、結戰黨嘅西門，老出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太。耶穌多轉去木度，又有一大群嘅人來刺殺，開佢老學生連食飯嘅時間也冇。耶穌屋下嘅人聽講呢個情形，出來愛阻擋佢，因為有人講：佢不掂呢。猶大對耶路撒冷來嘅經學教師講：佢係本撇斯博夫神，佢係可鬼王腳鬼。耶穌喊呢啲人來，用比喻對佢哋講：撒旦樣般腳撒旦呢？一個國家思想紛爭，嘅國家一定會起唔起；一個家庭思想紛爭，嘅家庭天作會起唔起。咁樣，假使撒旦思想紛爭，佢嘅國嘅天起唔起，會滅亡脫去。無人能進入勇士嘅屋下去搶佢嘅財產，除了先將勇士捆起來，才有法度搶佢嘅東西。我實在老二哋講，人所犯一切嘅罪，老所講一切誹謗嘅話，全部可以得到赦免。總係褻瀆聖靈嘅人，永遠冇可能得到赦免，因為佢所犯嘅係永遠嘅罪。耶穌講呢個話係因為有人講：佢係本邪靈附身。呢時，耶穌嘅阿妹老老太來到，佢哋企在外背，喊人傳話本耶穌，講佢哋愛見佢。有一大群人圍等，坐在耶穌嘅身邊，佢哋老佢講：看啊，亞妹老亞老太在外背愛見你。耶穌講：
盲人是我嘅阿妹，盲人是我嘅兄弟。佢看見坐在主位嘅人講：看啊，我嘅阿妹，我嘅兄弟在呢位。凡實行上帝旨意嘅，就是我嘅兄弟姊妹老阿妹。